这氛围也太好了。6月16日，阿 sa 蔡卓妍卡点发文为容祖儿以及自己98岁的奶奶庆生。容祖儿和奶奶同一天生日，阿 sa 直呼自己命中注定就和616生日的人特别合拍，祝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2个女人生日快乐，并晒出了庆生派对的合影。阿 sa 给奶奶准备了寿桃，奶奶眉目慈祥，爸爸也出镜，祖孙3代同框画面温馨，一家子长得很像是共用了一张脸。他也给容祖儿准备了蛋糕，好友关智斌也在，他和祖儿亲亲，关智斌在旁边看着，3人友情看着是真的好。阿 sa 还晒出了庆生的大合影，霍汶希也出镜，氛围十分欢乐。英皇的艺人们真的很像一家人。阿娇虽然此次没露面，但他们已经提前另外给容祖儿庆了生。俊男美女同框画面是真的很养眼，你们几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。不过阿 sa 的老公居然没有出现，不知道是为了保護對方，還是對方太忙了沒能到場啊。已賺到些牽掛，我最初面紅，現在雙眼通紅，再幼稚還是覺得戀。